们来就近到主的面前，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让我们来就近到主的面前，也预备我们自己在将临节期的当中，让我们带着谦卑跟悔改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时刻，让我们能够在会前的时候来用祷告来敬拜，来为我们今天所有的礼拜来献上我们的祝福。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所进行的所有的程序安排都能够进行顺利，所有的人员运作，所有的设备都能够按照你的旨意来进行。愿你施恩的带领，也纪念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同工弟兄姐妹，保守他们都十分的平安。他们无论在现场或在线上，或是在其他地方，愿你都护卫他们，保守他们，让我们在同一个时刻，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主啊，我们也能够一起来敬拜。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的恩都在我们的当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
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慈悲的恩主，我们的天父，你是赐予和平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差遣和平的君，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降临人间。我们相信真正的平安出自耶稣这位和平之君。求主在此将临期期间，更新加强我们对你所赐的平安的认识。愿你的平安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成为你在世上的和平之子。这是奉耶稣之名祷告的，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以心灵粮诗选第160首《永不改变》来敬拜我们的主。这首诗歌我们是这样唱的：第1节和第4节我们齐唱，第2节姐妹唱，第3节弟兄唱。那副歌呢都是齐唱的。心灵粮诗选第160首《永不改变》，会众请起立。一起来。
现在仍然都不改变，要听人祈祷。一起来昨日、今日，直到永远，基督不改变。万物虽变，主不改变，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万物虽变，主不改变，荣耀归主名。我们一起来唱第4节。你的犯罪主曾赦免，你不必忧虑。我那不信主曾显现，怀疑全消除。约翰过请求主胸前，享受主之爱。万物虽变，主不改变，荣耀归主名。昨日、今日，直到永远，基督不改变。万物虽变，主不改变，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万物虽变，主不改变，荣耀归主名。请仍然站立，我们以使徒信经做我们信仰的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现在我们以起应的方式来诵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诗篇72篇1到7节以及18到19节，教会圣经第600页。请弟兄姐妹看投影片私会与会众的起应和的分配。诗篇72篇1到7节以及18到19节。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
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太阳还在，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他必降临，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在他的日子，一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愿上帝的话常存在我们的心中。以下我们要进行将临期的第2主日的点烛礼。现在由司会来点燃象征和平的第2根蜡烛。我们一起来起立。在这等候上帝降临的期间，我们点燃和平的烛光，并应许行在上帝的道中，学效他爱的榜样，谨守在主圣约应许中的承诺。现在我们同心为以下的事项来祷告。主啊，我们为东欧国家爱沙尼亚来祷告，愿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南部教区安平堂彭美玲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同工合一得人，牧者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为台湾卫理公会驻外的宣教士祷告，我们也为宜兰、花莲、台东地区灾后重建的祷告，为当地的住民、社福机构、教会团体以及政府单位有智慧能力互相的合作，恢复当地学校、社区以及环境原有的样貌。以上所求都是奉耶稣之名祷告。我们以主教导的主祷文来同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以下由贺兆鼎弟兄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课。今天的第一处在以赛亚书11章1到10节，教会旧约圣经747页。以赛亚书第11章1到10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手按
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到那日，耶西的根作立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经课第二处在罗马书第15章4到13节，新约圣经177页，罗马书15章4到13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好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上帝，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耶稣基督，一心一口荣耀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上帝。我说，基督是为上帝真理做了受割礼的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上帝，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以上是神的话。请听上帝的话，记载在马太福音第3章1到12节，新约圣经第2页。马太福音第3章1到12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诗班献诗，主来寻我。
以下由本堂陈伟文牧师来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悔改才有真平安。主来寻我，弟兄姐妹，是你找到耶稣，还是耶稣找到你了？我不知道是你觉得是你找到了耶稣，还是耶稣找到你。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曾经在图书馆里面当这个就是工读生，在工作。然后这个图书馆里面也有一位工读生，这是从就是其他大学来当工读生的这个图书馆员、图书馆系的学生。然后我不确定他有没有信主，因着本能，我就跟这个弟兄讲说，某某弟兄，请问你愿不愿意来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呢？结果他居然回了我一句，他说：“为什么我逃到哪里，耶稣都找得到我呢？”听得懂意思吗？他其实他有听过福音，但是他不想要相信。可是呢，那天就很奇妙的，就是我就突然想说试试看，看看他有没有信主。后来就这样测试了之后，居然他说：“为什么耶稣没有放过我？为什么耶稣还是找到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找到了耶稣，还是耶稣找到了你？我不晓得，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你找到了耶稣，恭喜你，你得到了新生命。但是有很多人还没有。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有机会让人来找到耶稣，也让耶稣找到他们。所以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一起来崇拜。那开始前要先跟大家做一点工商的服务啊。各位，我们如果在周报上面，如果你有看到这个小小的小卡片，这是一个邀请卡，这是我们在12月20号的时候，我们有圣诞的晚会，我们期待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把这一张的卡片，我们可以来邀请我们的福音朋友，我们邀请我们的新朋友，邀请我们所亲爱的我们的家人，能够来到圣诞晚会里面。他今年的晚会叫做天使快递啊，这个天使送来一份快递，那到底是送来什么快递呢？那就当天我们再来开这个快递了啊。好，但是呢，我们希望跟邀请弟兄姐妹，让大家也去邀请我们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认识上帝，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啊。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勇敢的去跟人传福音，让人能够带进到教会的里面来，好像刚刚提到的这个失落的羊，我们把它找回来一样。上帝希望我们把遗落在外的弟兄、遗落在外的姐妹给找回来。所以教会就是我们的属灵的家，让这个家里面能够成为一个接纳的地方，把我们的家人能够找回来。好，所以我们在20号的晚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晚会，那请大家来这样的一个来邀请。那其实后面还有机关啊，我们这个后面卡片的后面有明信片。那当然，如果你可以的话，假设你这个朋友住了很远，你没有办法邀请他礼拜天来，那你也可以写一些祝福的话，能够寄这个卡片、寄明信片给他，让他接受到你的祝福。不过好像听说现在邮资比较贵了哦，好像是这个8块钱啊，要记得贴邮票好吗？不要随便丢进去了啊，好，要不然的话就是对方要付费了啊。好，所以请让我们可以把祝福的话写在卡片上，然后把它们送到你所心里面希望能够为他祝福的人的身上，求主来带领。那我们另外一个部分也跟大家做邀请，就是这个是我已经做好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报佳音的这个诗歌已经做好了。我们在24号的晚上，我们会有一个报佳音的行动。那以往我们都是在24号的晚上，但是因为晚上的时候很多人想说25号我们都要上班，所以可能就很难参与。但是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年25号是有放假的啊，所以邀请大家24号的晚上，我们可以一起能够来参加这个报佳音的行动，让我们可以站到各个不是山岭啊，各个转角处，各个这个城市的路口，
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来唱这个平安夜，可以来唱这个基督降生的歌曲，然后让人可以来认识上帝。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勇敢的去向人来传福音，跟为主来做见证。好，所以今天我们有提到说，我们的这一周的主日这个是叫做平安主日。好，那事实上很多人是晚上睡不着白天起不来，对不对？好，所以其实心灵的平安是很重要的。好，所以教大家一个东西很多人晚上不好睡的话，请记得可以把圣经拿起来好，这里说什么？他说这个是健康杂志里面提到，他说科学研究证实只要6分钟就好了，降压可以68%。他说阅读比你想象更强大，心跳可以慢下来，烦恼也可以跟着安静了。好，所以但是不是叫你把这个圣经当枕头睡在这个上面，不是是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可以在睡前稍微读一下，让你的心情可以得到平静跟安稳。所以收起你的这个万恶的手机，让我们可以把这个圣经打开来这个虽然很喜欢看那个一些的这个影片但是我们先把它收起来，6分钟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让我们可以安静的来阅读。所以有很多人问牧师说，为什么我要来读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读圣经好处太多了，单就这个部分可以让我们心情平静跟安稳就赚到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真的睡不好的时候，让我们把圣经打开来，保证我们6分钟后就会有困意了好不好？求上帝来帮助。那我们就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把上帝的话进到我们心中但是不要睡着不要睡着好，我们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刚刚我们提到我们这一周叫做将临期的第2主日那也叫做悔改主日，或是叫做和平主日。那和平其实跟另外一个词是一样的，叫做平安所以为什么刚刚铺陈这么多，就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常常问自己，我们是否有内心的平安？我们有没有内心当中的和平？每次我们在做礼拜的时候，我们都常常会问候弟兄姐妹平安但是它变成是我们的挂在嘴上的一个话，但是我们很少让这个平安跟和平进到我们的心中所以以至于我们常常我们虽然嘴巴里面喊平安，但是心里面常常是没有平安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少了这个东西，叫做悔改。可是各位弟兄姐妹可能会说那讲到悔改哇，好沉重牧师为什么每次要讲悔改，好像很多人都很难去接受跟大家讲一个实际的案例几年前我在嘉义牧会的时候为了要让弟兄姐妹可以知道怎么样来认罪跟悔改，所以牧师当然要做示范然后我就跪在这个台上当然等一下大家不用跪了不一定要跪的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做礼拜的时候，我就跪在礼拜堂的这个前面，然后跟弟兄姐妹讲说，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跪下来认罪悔改。好，然后结束的时候，哇，不得了了，我教会的执事就跟我讲说，牧师，我们是发生什么事了吗？为什么要跪下来祷告呢？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跪下来是一个代表谦卑的一个动作。我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说，以前我带过一个黑道老大信主他说以前都是人家跪在我面前的，从来没有我跪在人家面前。为什么信耶稣变成我要跪在上帝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跪下来是代表我们的谦卑跟悔改好，所以跟大家做一点解释，认罪的必要的过程第一个就是主权的奉献，就是刚提到的，为什么我们需要来跪下来，或是屈身的代表恭敬的一个认罪的悔改，就是我们要把主权交给上帝。所以刚刚提到说，不是把主权交给自己我好像我还是这个可以掌握一切的。
主权交给上帝，就是承认我是一个需要上帝恩典跟怜悯的人，我需要悔改，所以把主权交在上帝的手中，不再是自己抓着。那第二个叫做什么？叫做认罪。认罪的话，就是包括承认我们的罪行，包括承认我们的罪性。所谓罪行，就是我做了些什么，或者是我有一些什么样的行为上是不对的，还有包括我们的罪性，我们那个心里面的那个想要犯罪的冲动啊，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去认罪悔改的。他说弃绝我们所犯的，然后向主承认说我不再犯了，我不要再犯了。所以认罪还包括悔改，认罪是嘴巴里面心里面的承认，但是悔改就是我们行为上的一个改变啊。那第三个很特别，是包括饶恕也是一个认罪。为什么说饶恕是一个认罪？因为当我们被这个捆绑的时候，当我们被别人的这个伤害，或者是被别人的错误捆绑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苦毒，会有一些的憎恨，会有一些的不舒服的时候，当我们可以去饶恕的时候，也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的一个认罪的时候，就是我不再被这个绑住了，我不要再被这个给辖制了，我不要再被这个事情给这个纠结了，我要放掉这一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也学习饶恕也是一种认罪，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在主祷文里面曾经提到，耶稣讲说什么？赦免我们的罪，对不对？好，求主赦免我们，如同我们赦免人的过犯，对不对？好，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去饶恕赦免别人的时候，你就感受到上帝的赦免是那么样的真实。所以有的人为什么会觉得上帝的赦免好像不太真实？因为我们没有也真的去饶恕跟赦免别人。当你愿意饶恕跟赦免别人的时候，你就感受上帝的饶恕跟赦免是那样的真实。好，那第四个叫做切断。那个切断是什么？切断那个不合上帝心意的这些的连结啊，包括错误的信念啊，包括这些的内在的誓言啊，砍断那些的连结，或是取消这些的咒诅。好，这个就是叫做切断，就是我不再被这个给绑住了，我要跟他一刀两断。好，比如说有的人他在上帝面前说啊，上帝啊，我是一个罪人，我可能喝醉酒喝太多啊，这个我要认罪悔改啊，但是这个悔改完之后又回去喝酒了啊，那就不是真的叫做悔改了，对不对？悔改是什么？我承认我错了，那但是我要再回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要把家里的酒瓶子全部都收一收，全部丢掉，酒全部倒掉，那个才叫做真的叫做切断啊。好，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做这个认罪跟悔改。好，那当然有很多人说，牧师，那我有很多事情是见不得人的，不能讲的，那怎么办呢？啊，好，教大家一个秘诀啊，教大家一个秘诀，这是我的老师教我的了啊。他说你可以写一些叫做暗号，知道吗？什么叫做暗号？就是你可以把在一张纸上，比如说你要认的罪，你写在这个上面，但是你又怕被别人看到，对不对？好，他做了一个示范，他说，比如说他说就写了一个 A， 然后乘以5，好，然后呢，这个他说别人看不懂那个是什么，对不对？他说我自己看得懂那个是什么啊 ？A 乘5是什么？他说我看了 A 片5次。啊，类似像这样，就是你可以把你的这个罪把它写在这个上面，然后把它交在上帝的手中，这样做一个完整的认罪。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上帝面前不是一个只是嘴巴里面这个认错的，而我们的心里面也是真的愿意改变的。好，各位知道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人哈，叫做知错改错，但是不认错的，知道吗？有一个历史上很有名的人，听说叫做曹操了啊。曹操听说叫做知错改错，但是不认错。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是曹操啊，不是要像这样的枭雄，所以我们需要在上帝的面前谦卑的，在上帝的面前寻求上帝的赦免。好，所以当人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就好像黑暗一样。所以圣经里面为什么常常用黑暗来形容罪？所以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常常用黑暗来形容罪的辖制跟
捆绑。所以当人处在黑暗里，其实就是在罪的里面无知的，对上帝没有任何的了解跟认识的，这样的人叫做是无知的，对上帝是没有任何的认识的。我们说他是活在黑暗的里面。所以圣经里面说上帝是光，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提到上帝是光。当上帝是光的时候，他照在黑暗里，黑暗就退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让光在你的里面，那么你的里面黑暗就不存在了。好，所以今天我们看的经文里面，这个人是横空出世的，说他横空出世也不为过，因为突然间这个人跑出来了。但是这个人跟我们很息息相关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第1节跟第2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第1节、第2节，一起念来。那时有施洗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这个人他突然间跑出来，然后在河边的时候呼召大家说：大家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好，有一个笑话啊，有一个美国的华裔他来到台湾的时候，他来参加一个教会的礼拜，做礼拜，他礼拜天来做礼拜聚会。那刚好教会有特会了，那有一个操着外省腔的这个牧师就在台上面呼召他说：你们美国人要悔改啊。然后这个弟兄他说：对，我是美国人，我要悔改啊。第2天就说：你们美国人要悔改啊。是，我是美国人，我要悔改第3天，你们美国人要悔改。为什么只有美国人要悔改其他人不用悔改？不是是每个人都要悔改，好吗？每个人都要悔改的。好，所以各位知道，呼叫人家悔改是最讨人厌的。各位知道，在圣经里面，一个最讨人厌的职分是什么？知道吗？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最讨人厌的职分是什么？知道吗？先知啊！各位，如果你看先知书里面，会不会很讨厌？每次都要叫我们要悔改，要认罪，要跪在上帝的面前，要忏悔。你们得罪上帝了，先知要提醒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施洗约翰他也是这样。各位，他穿着骆驼毛的衣服，吃着蝗虫野蜜，人家第一眼就认为他是什么？他像谁？知道吗？他像以利亚。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先知，那个带着火的，每天都是很火的。我不晓得他的血压高不高但是他应该是每天都是很火热的。但是他每天都说什么？要悔改。施洗约翰说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不喜欢先知，为什么？因为先知动不动就是要叫人要悔改，要归向上帝。好，所以这个施洗约翰他在河边要呼召人受洗。这些人他们是犹太人，大部分是犹太人。为什么他们受过割礼还要来受洗？是因为他们深知到自己得罪上帝了，所以他们需要透过受洗来代表一个反省跟悔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你已经受洗了，你已经信主很久了。如果你不晓得受洗的意义，不是只是一个表演节目，说好像我在受洗，在众人的面前给大家看。受洗的意思其实就是我要真诚的认罪悔改在上帝的面前。所以这个施洗约翰他要求人说，你要认罪，要悔改，然后悔改的一个行动就是什么？要透过洗礼，然后来表明你的一个认罪的一个决心。好，这个人刚说横空出世，为什么？因为500年前，在耶稣降生前500年前，这个人就被预言了。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40章的第3节以赛亚书是在这个耶稣降生前500年前就有的这个圣经的经文。我们来念一下以赛亚书40章的第3节，我们一起念一起念来。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上帝的道。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上帝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以赛亚在500年前他就预言了这个人，他要来为这个要来的那位君王，要来预备他的百姓，预备子民，要来告知大家说，
这个天国近了，大家要来认识这一位天国的君王，要悔改的。好，各位如果印象不太比较有点深刻的话，应该看过古装剧啊。如果有官员或者是有这个叫做考上这个进士啦，考上状元要回家乡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人要跑到这个乡里面、村里面来，要宣告说什么？哎，我们的状元回来啦！我们的这个进士回来啦，回到家乡了。要回到家里面，告知乡里说，我们的这个乡人，我们的这一位已经做官了，已经当上进士了，已经回到我们的家乡了。要有人来做这样的一个通报。我记得印象中，我在很小的时候，应该现在比较少看到啊。以前其实念大学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各位知道，如果考上大学这个你家里要贴一张红纸条，然后上面写说恭贺谁谁谁某某同学考上大学，对不对？然后就会有人在外面放炮、鞭炮，然后就会有人在告诉他说：“哎，我们乡里面有人这个考上大学了啊！”当然现在大学太多了所以就没有看到了。但是以前真的是这样，所以就会发现为什么上帝安排了这个施洗约翰来做这个事情，说天国近了，要悔改，因为天国的君王要来到了。好，所以这些人他们就来到施洗约翰这边要来受洗。好，所以各位刚刚提到了受洗的意思是承认罪的，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需要洁净，求上帝的怜悯跟赦免。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6节的地方。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6节，一起念来。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好，所以施洗约翰的一个任务跟责任，就是要带领这些人，让他们预备心，能够来迎接这位君王，因为天国近了。好，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认罪悔改在教会里面应该是一个常态，就好像你每天需要洗澡，你每天需要做一些的清洁的动作一样。所以敢于勇敢的承认自己的错误，你才能够来迎接这个圣洁的主能够来到。好，所以箴言的28章13节里面他这样提到，他说：也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箴言的28章13节。所以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过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上帝的连续，对不对？刚刚我们提到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好，所以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连续。耶稣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好，但是遮掩自己的罪过的是什么样？必不亨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认罪悔改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确定了我们已经蒙了饶恕跟赦免。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不怕去承认自己的过犯，常常去有这样的认罪跟悔改的这样的时刻。好，但是各位知道，牧师通常不会拒绝别人来受洗的，但是这个牧师很特别这个施洗约翰很特别，他拒绝了2批人来受洗。好，各位知道他拒绝谁来受洗？好，他拒绝了2批人，一批叫做法利赛人，一批叫做撒都该人。好，各位如果你看刚刚的圣经的话，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也来受洗。好，各位知道这一群人在我们现在叫什么？知道吗？这一群人在我们的现在就是教会里面的牧师长老执事这些宗教人士、主日学老师或者是小组长，这些人或者是叫做很有名望的这些的老师们，他们也要来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好像他们要来认罪跟悔改。但是施洗约翰居然拒绝他们来受洗，甚至施洗约翰还骂他们什么？叫做毒蛇的种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不会去骂人家说你要来受洗不可以，没有但是这个人居然他骂人了，他骂人什么？他说毒蛇的种类谁这个叫你们要来这个叫逃避将来的愤怒。好，所以其实这个施洗约翰是很严厉的。好，那原因出在哪里？就是今天这个第8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第8节，一起念来。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弟兄姐妹，
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叫做只会嘴巴里面讲悔改，我嘴巴里面我认罪，但是他有没有真的悔改？没有。所以没有真的在行为上有悔改的人，这个叫做没有结出果子来，跟悔改的心相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嘴巴里面讲悔改，但是心里面是没有真正的悔改，在行为上也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为什么施洗约翰不喜欢这样的人？因为他们嘴巴里面说，但是心里面却不是这样。嘴巴里面敬拜上帝，但是心里面却是远离上帝的。所以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很多时候我们是嘴巴里面我们在读着起应文，我们嘴巴里面在读着圣经，但是心里面在想的是别的东西。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心口需要一致的，我们需要讲的跟内心是一样的。所以牧师常常提醒弟兄姐妹说，我们在唱诗歌敬拜的时候，也要常常反省自己，我真的愿意这样做吗？当我们在台上看到这些在带敬拜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唱着说，主啊，我要跟你走，我愿跟随你的时候，我是不是真的跟随主？我是不是跟着主来走？还是我嘴巴里面唱，但是我心里面不是这样想的？所以牧师没有要刻意骂谁啊，因为其实牧师也常常会这样。各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呢？我常常讲那个长老会有一个顺口溜啊，各位应该有听过啊。长老会的顺口溜是什么？叫做“地狱乌噜噜，专关长老甲牧师”。地狱是黑漆漆的，关的全部都是谁？都是长老，都是牧师啊。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是最不会悔改的，嘴巴里面讲大家要悔改、要认罪，但是自己最不会的，自己最不会。求主帮助怜悯我们，不是嘴巴里面讲悔改，而是我们真的内心跟行为上的。好，所以圣洁不是只有在外在的，而是在我们的内心的。不是只有嘴巴里面讲，而是我们在行动上、行为上，我们也应当有悔改的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以为说教会里面我们信耶稣，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对，但是我们一样要在行为上有好的行为。为什么？因为那是信心所带出来的果子。不是信耶稣就不要去看重你的行为，信耶稣也仍然要注意你的行为。但是行为不代表你内心真的信了。有很多人来做礼拜，但是并没有认真的来做礼拜，只是因为时间到了，所以我要来做礼拜。如果我们真的来做礼拜的时候，是我愿不愿意让我的这个时刻是与主联合为一的。求主带领我们，圣洁不是只有外在的，而是包括在内心的，也不是只有在内心的，是包括在外在的行为上也要圣洁。好，所以没有准备要悔改，并且离弃他们的邪恶的这些的态度跟无所谓的生活方式，那个就不是真的悔改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施洗约翰要骂人？因为没有真的悔改，其实那个受洗是没有益处的。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需要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上帝的恩典。今天是我们的圣餐主日，所以圣餐礼的时候，我们也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你要来以前早期卫理会是要跪着领的。如果你看过以前的旧礼拜堂的话，我们旧礼拜堂有2排的这个栅栏，然后栅栏的前面有柜垫，柜垫的上面就是我们要领圣餐的时候，要来到台前，然后来到台前跪下来领受上帝的恩典，这个叫做谦卑到主的面前领受上帝的恩典。但是有很多人以为说，好像我是来跪下来是要跟牧师拿吗？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要来跟上帝寻求恩典，寻求上帝的恩典。所以施洗约翰知道这些人他们也怕，他们怕什么？他们怕上帝的愤怒。好，他们怕上帝的愤怒。在台语圣经里面说，上帝生气，上帝的生气了。上帝生气这些人的时候，那些的愤怒会倾倒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知道要悔改，但是他们在行为上是不是真的能够有结出这样的果子？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只有嘴巴里面的悔改，是我们心里面的
悔改。好，这些人除了他们行为上不悔改，还有另外他们夸口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第9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9节，一起念来。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能够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意思是什么？不要以为你身上有亚伯拉罕的血统，你就是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的人。如果你没有效法亚伯拉罕的行为，那么你一样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但是如果有他的血统，有他的身上的血脉，但是你没有真的信心，你没有真的相信上帝的时候，你仍然不是真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是基督徒，所以我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是教会里的长老，是教会的牧师，是教会的执事，所以我就会来成为基督徒。不是的，每一个人都要直接跟上帝有建立关系啊。跟大家讲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因为我常常接受到有很多弟兄姐妹说，牧师，我们家里很忙，所以我们家人没有办法来做礼拜。那我代替我们的家人来做礼拜，我代表就好了，我来这边做礼拜，然后就代表我家人都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这回事啊，没有这回事的。我们是我们自己，你的家人他需要亲自来跟耶稣建立关系的。所以台语圣经有说什么？他说台语不是台语圣经，台语的这个顺口溜说什么？他说上帝有囝无孙，听得懂意思吗？上帝有儿子，但是上帝没有孙子。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要自己跟上帝建立关系的，没有谁可以代替谁建立关系，只有你自己跟上帝可以建立这样的关系的。好，所以如果上帝不理你了，你的心里面始终没有悔改，或是你没有改变的时候，那么那个就是上帝对你的审判了。为什么？因为最终的审判就是恶人仍旧作恶。刚刚提到一直在那个黑暗的里面，见不得光，没有光，就是一直都在黑暗的里面。所以上帝的审判里面，让作恶的人一直都是在恶的里面，这就是他最大的审判，让人一直在黑暗里，没有接触到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被光来唤醒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到光的里面。好，所以也许以前我们是要靠别人来提醒我们才会认罪悔改的，但是上帝给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机制在这里施洗约翰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来看一下11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1节，一起念来。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好，那你说这个施洗约翰他骂人完之后帮人家施洗，那耶稣来他说更大是什么？耶稣来要把圣灵跟火放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你不用再被牧师骂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认为说每个礼拜都要被牧师责备，没有牧师没有要责备大家，不是牧师要骂大家了，是什么？是你里面的圣灵在提醒你了。你里面的圣灵会告诉你，你里面的圣灵会提醒你，这样做不对哦，这样做不好哦，你应该要认识上帝是圣洁的，不应该这样得罪上帝。牧师没有办法一直在你家，牧师没有办法一直在你身边，牧师没有办法一直提醒你，但是圣灵会提醒你。圣经里面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说，圣灵来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什么叫责备自己知道吗？就是圣灵会提醒我们说我们这样做是得罪上帝了，我需要认罪悔改。所以如果你里面有这样的感动的时候，那让我们就顺服圣灵的工作，不是老师在旁边督促了，不是牧师在旁边提醒了，不是小组长告诉你说要认罪悔改了，是什么？是圣灵在你的里面。所以耶稣来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自己有自我的反省。所以当你可以自我反省的时候，就是圣灵在你的心里面，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这个是圣灵的一个给我们的好处，就是让我们会提醒了，
圣灵自己在我们的里面工作，让我们会反省，我这样做是不对的，是得罪上帝的，我要反省跟悔改。所以不再是别人来提醒你，是谁告诉你？是圣灵在你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来何等的重要，让我们里面能够有悔改跟反省。所以以至于我们能够来领受福音。当我们里面有圣灵的时候，圣灵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把这福音带进我们的生命里，也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再是别人要求你要认罪悔改，而是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自己会责备自己说，我需要认罪悔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在上帝的面前坦然承认我们自己的过犯，就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啊。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悔改让人在上帝面前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希望心里面得到真平安的话，那么让我们先从悔改开始。当我们能够认罪跟悔改的时候，上帝就将这样的真平安赐给我们。好，所以大卫跟扫罗的差别在哪里？一个懂得认罪悔改，一个就是表面性的。各位如果看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这个扫罗他的认罪方式是什么？牧师你跟我一起到外面来，让人家还觉得我是一个基督徒。了解那个意思吗？撒母耳他请撒母耳跟他一起走，他说让人家觉得我还是信耶和华的。可是大卫是什么？大卫抢人家的太太，杀人家的先生，对不对？但是他在上帝的面前，他认罪悔改，几乎要了他的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认罪悔改是表面的，还是心里面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真正的在上帝面前的悔改。所以悔改也是上帝的恩典啊！所以千万不要小看悔改的事情。如果你能够悔改，那就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了，让你可以能够来认识上帝，并且能够来改变你的生命。好，所以尼托生这个聚会所的一个创办人，他说什么？没有一个信徒属灵到不必认罪的地步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认罪悔改在教会里是一个常态？我们需要常常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就像我们每天要洗澡、每天要洗手一样，要保持我们心里面的干净。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第二个，悔改让人在上帝面前被真实的接纳。好，所以刚刚提到了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敬拜的时候，如果不是按照上帝的典章来，那么是他所憎恶的。耶稣曾经提醒说，当你来献祭的时候，如果你想起有弟兄跟你怀怨的时候，跟你有一些冲突的时候，让我们先放下这个祭品，先去跟弟兄和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有和好，那是何等不容易的事情。在上个礼拜我有提到有一个姐妹，她愿意，她说本来她是恨她的另外这个姐妹的，但是后来她在上帝面前认罪之后，她说我自己也要认错，因为我也有得罪上帝、得罪人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本来都是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都不是我的，能够承认自己得罪上帝的，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上帝厌恶什么样的崇拜？如果我们嘴巴里面说爱上帝，可是心里面不是这样的话，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认罪悔改在上帝面前。所以合上帝心意不代表你要完美，是让我们谦卑的回转。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谦卑的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上帝是看内心的。好，第三个，悔改让人在上帝面前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你想要晚上睡得好、睡得着，希望能够白天起得来，那么让我们可以能够在上帝面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晚上你就可以睡得好。很多人晚上没有好睡，为什么？因为心里面又开始觉得谁谁谁又得罪我，谁谁谁又伤害我，谁谁谁又让我不舒服了。求主帮助我们，刚刚提到赦免饶恕也是一种认罪。当我能够不再被这个捆绑的时候，不再被他的对我的不好捆绑的时候，我们就得到释放了。所以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供应我们在需要跟随耶稣的世上的一切。
所以上帝的恩典不会离弃我们啊。在诗篇的136篇1节，他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慈爱永远长存，即使是像彼得曾经3次不认主，上帝也仍然饶恕他；即使像这些很多的历世历代很多的这些的信徒，他们得罪上帝，上帝仍然给他们有再一次的机会。所以，求主给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而我们都在施工中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好像我们就一次认罪就永远就不用有这些的问题了。我们仍然需要在上帝面前不断的被圣灵来工作，所以我们是他的工作，是耶稣基督所造成的，要叫我们行善，这是主要我们行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行善，那就是神在你的心里面，让你可以这样行的。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力量，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与主有美好的连结。最后要跟大家的勉励就是，尽管我们罪孽深重，但是上帝仍然乐意赦免我们，并且渴望复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悔改认罪，不要觉得是重担是压力，它是让我们回到平安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回到真正的平安里，让我们可以跟上帝和好，可以跟人和好，也可以跟自己能够和好。愿上帝来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带领我们，我们需要在你面前与人和好，与上帝和好，也与我们自己和好。愿你帮助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真平安，不是虚假的，不是晃过去的，而是让我们真实的能够得到这平安。谢谢你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谢谢牧师，我们阐述神话语中的真理与启示。现在我们要来举行圣餐礼，我们一起来唱圣餐诗歌《心灵粮诗选》第300首，与主合一第1节。会众请起立。《心灵粮诗选》第300首第1节。会众请坐，现在由陈牧师来主理今天的圣餐礼。弟兄姐妹，我们要来领圣餐。那我们每个月的第1周都是我们的卫理会的圣餐礼拜。那我们在第1周的当中的时候，当然各位在参加圣餐礼的时候都会念一些的祷文。有人曾经问牧师说：“牧师，我们都常常听到你在台上承认自己的过犯啊，那什么时候轮到我们自己承认自己的过犯？”其实各位误会了，为什么？因为真正承认自己过犯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在念这些祷文的时候。真正念这些祷文的时候，不是嘴巴里面念的，而是我们也跟着这个祷文来做认罪跟悔改。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牧师在这个台上的时候讲自己的糗事，好像只有牧师在认罪啊，不是，是我们是一起的，我们是一起的，而且也让大家知道，牧师也不是圣人，牧师有时候讲话也会得罪人，牧师有时候也会伤害人，牧师有时候不经意的也会让人不舒服，我们都是人，所以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跟怜悯。所以没有人比谁高，也没有谁比谁强，都没有。我们只有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谦虚的忏悔，寻求上帝的饶恕跟赦免。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的认罪悔改是一起的。以赛亚在看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他说：“
哇，我居然是在这个口舌不洁的，我是口舌不洁的人，我也在口舌不洁的民中。为什么？因为这叫认同性的祷告。先知怎么可能会嘴巴不洁呢？并不是这样，是因为他也认同我也是一个口舌不洁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怜悯跟恩典。所以，一起的认罪悔改，代表我们是一个认同性的一起的悔改。那求主将圣殿里面的炭火能够沾在我们的口上，让我们的口也能够得到洁净。愿上帝来带领。请听圣经的话。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新，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让我们一起来同诵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盛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痛恨我们自己的行为，俯心自问，十分忧伤。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遵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为要救赎我们，曾发大慈悲，使独生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己身，为世人做完全的祭物，替世界人民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在福音书中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现在我们恭敬伏求慈悲的天父应允我们的祷告，赐恩给我们，使我们遵着圣子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纪念他受死遇害，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杯，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同诵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
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好，请陪参的同工到台前来。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楼上是。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预备好，你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无论我们是在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教会来的，让我们就一起在上帝的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饼杯。这个饼杯代表的意义是耶稣的身体与宝血，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当我们拿到饼的时候，请我们用饼沾着杯，或者是让我们的同工来服侍。我们饼沾了杯之后会递给你，然后让我们就领受这个饼杯。然后当我们领完之后，我们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让我们在那里，我们仍然在上帝面前寻求上帝的恩典，也让我们饶恕那些我们曾经伤害或得罪我们的人。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还没有正式的加入教会的，那我们就安静的坐在座位上，用我们的手放在心上，让我们在座位上，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我们来领受这样的圣餐。虽然我们不能够领实体的，但是我们在灵里面来领受，我们在心里面来领受。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也在我们自己的面前真实的悔改跟认罪，让我们在上帝面前来领受这赦罪的恩典。当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过犯，上帝的饶恕就亲自的临到。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不小心掉在杯子里面如果饼不小心掉到杯子里面，不要用手去捞我们会再重新给你一份。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归入教会我们仍然可以用灵里面的领受，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手放在心上，让我们可以在心灵里面来领受这个饼杯。这个饼杯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与宝血进入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能够成为属基督的人，让我们的身体心灵都能够来成为属耶稣基督的人。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还有没有身体不方便还没领到的？孙妈妈那边，孙妈妈那边，前面那个路德师傅的旁边，孙妈妈这里。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领圣餐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它代表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体的。过去罗马人他们是有分阶级的，所以他们不能一起吃饭的。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一起来领圣餐，代表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体的。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阶级、我们的党派，或是我们的这个贫富，都在上帝的面前已经没有这些的隔阂，在基督里我们是合一的。让我们一起来读奉献求恩文。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我们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我们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今天圣餐礼到这里。让我们以新灵粮诗选第300首第2节来回应主的爱。会众请起立。与主合一第2节。想对我那一次
现在我们要收纳基督徒的奉献。如果您还不是基督徒，或者您还不清楚奉献意义，请保留您的金钱，让奉献袋从您面前经过即可。我们请今天的司献同工到台前来。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的爱，一起来祷告。赏赐丰富的主，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尽我们的心思、力量，奉献金钱。愿教会用于各样的事工及宣扬福音，使之用的合宜，荣耀你的尊名，让众人得着益处，复兴教会。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起立，我们来唱《向主献成歌》。我们来介绍今天的新朋友。首先有周恩佳以及吕延和两位。没看见？好，欢迎你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谢谢。请问柴叔是哪位？阿柴叔啊？好，那是阿财叔介绍的哦，阿财兄介绍的，我们欢迎你们。另外呢，还有台北卫理堂来的3位学青，没有写名字，让我们欢迎你，谢谢。请坐。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崇拜，愿上帝赐福给你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现在我们来唱《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成为一家人。
请回座，我来快速的报告一下今天的教会事工以及肢体消息。我们12月份呢是教会新就任执事的交接时间，请为即将卸任的执事有俊奎世文德强来献上祝福及感恩，并且为新任的执事易兰雅英天一和清和献上祷告与祝福。我们也继续为留任的执事文曲建营来感谢祝福。时序将进入2026年教会年历是马太年，教会2026年度的目标是定为研读圣经，活出真道。我们邀请弟兄姐妹勤读圣经，并实践主耶稣的教导。那我们已经到了年底，我们今年度的读经也要做一个统计了。教会2026年1月4号要举行新年礼拜以及立约礼拜，就是1月的第一个主日，当天是华语、台语堂联合崇拜。请为新一年各部门的执事、部门小组跟上帝立约来祷告，并为自己与上帝有重新立约的感恩。律本门徒在2025年的这个班即将在明年旧历年前结束，请为律本门徒学员来祷告，并为律本学员将近1年门徒学习感恩。我们教会圣诞节期将陆续安排圣诞节的活动，20号是圣诞晚会，21号是圣诞主日，24号有圣诞的报佳音，请弟兄姐妹为教会的圣诞事工代祷奉献，并欢迎邀请新的朋友来参加。那21号圣诞主日当天有受洗及转入礼拜，如果愿意的话，请跟办公室来报名。2026年教会也将开办红本门徒的课程，由属灵导师潘慧珍传道来带领，欢迎向传道或办公室报名。另外也希望弟兄姐妹为了复兴教会来祷告，邀请大家参加周4晚间的查经祷告会。如果你不能来参加实体，我们也有当场的直播，那请大家也都能够一同参与。那还有财务部门特别的提醒，适逢年底是年度结账期，这个月要申请的费用单据请不要超过请款的时间。2025年最后请款的日期是12月31号，12月31号请注意，这个时间逾期就没有办法请款了。关于肢体消息方面，请大家自行参考。请问牧师还有事情？好，弟兄姐妹，那请起立，我们来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主子圣名，三位一体同荣同参，万有之源，万物之本。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被圣灵充满，让我们不再是被人来提醒，而是有圣灵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走在正确的路上，走在上帝心意的里面。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今天崇拜到此结束。
弟兄姐妹可在电乐声中为今日的报告事项与肢体消息来代祷。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在会后到台前来，牧师要为你祷告。补充一点，就是我们诗班今天在3楼练诗。